我係一個好小心、好謹慎嘅人嚟。其實我好驚做錯嘢，好要每一樣嘢睇落去都係啱，睇落好完美咁。其實我有少少係因為細個嘅時候，我媽咪對我要求好高，我一做錯好少嘢，譬如我即係可能測驗89.5分，佢係會藤條打我嗰啲嚟嘅。媽媽眼中嘅我係一個好乖嘅孩子，由細到大都冇令媽媽失望過。你好有自信，對自己要求好高，但係就唔會介意人哋對你嘅睇法。你嘅目標好清晰，會好堅定咁朝住目標進發。記得你細個每次唔開心嘅時候，只要見到一張靚嘅婚紗相就唔會再喊。我唔知喎，我真係唔知呢一個。長大後，你果然成為了婚紗設計師，做你喜歡的事。你很努力，但當我見你每晚都工作到很夜才回家，媽媽就很心痛。係我知道佢成日都同我講話，即係你冇咁辛苦啦咁樣。佢話你太強了，什麼事都親力親為。媽媽很希望你不要太辛苦，可以放慢腳步去享受人生，能夠找到你痛惜你的人，得到幸福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媽咪對我其實要求一直都好高嘅。咁我做嘢嗰啲其實即係我形成而家呢個咁努力嘅性格，其實好大部分係佢去真係去。即係去不停咁鞭策我，其實真係我而家睇返，原來佢最想我係真係得到幸福，而唔係做一個無敵嘅女強人。好多嘢其實你冇得去改變㗎嘛，你冇得去即係我譬如有好中意43寸長腿咁，但係你冇就係冇咁，但係你要去係咯，即係你可以夾硬嚟有好多方法去達到，但係嗰個已經唔係 beauty 咯，我覺得 beauty 係 come from within。最欣賞自己就係一個可以創作嘅嗰一個能力咯，就係我可以由零去變咗一樣嘢出嚟嗰個能力，對我嚟講呢一個感覺係最 powerful 嘅。即係我係你俾塊爛布，俾塊好核突嘅布，我都可以話俾你聽，我好有信心將佢變咗一件好靚嘅衫。如果唔係我冇呢個能力嘅話，其實我會覺得自己係好似一個空殼嘅一個娃娃咁。當你真正包容同埋接納自己所有缺點嘅時候，就會成就一個最靚嘅自己。